到哎呀咁樣咁樣有車頭有車有車頭講啲咁86歲嘅葉婆婆捲咗入貨車車底，被救出之後當場證實死亡。退休之後一個人住喺觀塘翠屏村嘅葉婆婆，每日都會返灣仔買餸，順便同街坊打下牙膠。尋日朝拉住車仔嘅佢，見塞緊車就攝車罅過馬路，點知喺莊士敦道被一架載滿可樂嘅16噸蜜豆貨車撞到。司機揾到地方跌咗佢，跟住個碌一個前碌另外一個，跟住佢幫下跟住佢望一望，跟住嗰個尾碌就再過，即係喺度感覺到，跟住就消防嚟到要3個跟車卸緊啲貨，先至可以截起架車，用咗12分鐘救婆婆出嚟。肇事嘅52歲汽水車司機涉嫌危險駕駛，導致他人死亡被捕。查實菲林明道至到柯布連道嗰段嘅莊士敦道係有人掌燈㗎，但係好多人都貪方便亂咁切入太和街。有區議員話嗰度雖然唔係交通黑點，但係就有唔少嘅大型車停低卸貨，建議禁止大型車出入，同埋加強教育長者過馬路嘅安全意識啊！